2017年我们集备耍业绩的开幕式即将开始哈，现在请我们的主委，我们刘立雄杨主委来引领我们的林光彦理事长先进到我们的公司里面来进行我们的3项哈，还有我们的赖美惠赖议长以及我们的刘明慧我们的主委，我们的汪志云汪主委哈，来进到我们的公线进行我们的3项。不好意思哦，各位朋友们，这边碰到有一个，不好意思哦。那是他那是议会议长在那个议长。副市长应先朝先生，大风吹拂。因为这个公司是通话机。3项是。槟榔带米酒，没有拿香带的，没有烧金纸，没有烧金纸。袂使穿遐去，遐创遐。方式绝对好。如风有水，然后有望直来。先中间，然后东中间，然后西边，中间的。神圣空间。晚上11点正式开始，农历9月4号晚上11点，预计希望有注意正式开始。好，我们2017年集备耍的业绩的开幕式在2分钟后正式开始，请我们的现场贵宾请就座，也请我们的部落的青年朋友们来引领我们贵宾来就座，谢谢。好，请市长还有我们的主委及我们的相关贵宾请就座，谢谢。
正中间要流通道。好的，请我们西拉雅马卡道部落的族亲也可以来就座哈，谢谢。哦，重要关键时刻会无电池，无那咯。啊，还有，还有。管理了很多年。然后2017年吉贝耍业绩活动开始哈，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公协的主委，我们杨英雄杨主委先来跟我们致欢迎词。来，业绩活动。业绩活动。咱在中华啊，甲媒体先生了解，以及咱这北部众人，咱大家好，我是杨明荣哦。啊，真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交易所啊，如果这个这展，啊，大家也非常感谢，谢谢。啊，我大家我观音万岁，大家说多谢，谢谢。谢谢我们的主委哈，在我们今天的业绩的活动里面呢，要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贵宾来到现场，我来一一做介绍。有我们台南市的市长李梦燕理事长，欢迎；还有台南市议会的议长赖美惠赖议长，台南市政府民委会的主委汪志明汪主委，台南市议员卜木花就议员，台南市议员蔡玉芝蔡议员，中山区长董丽华董区长，欢迎。还有我们台南市前副市长严春卓严副市长，以及我们吉贝耍的校长。